咁多位大家好，又係我張美雄。今日咧非常之大雨，但係亦都係呢個日子咧，正正就係我哋安達臣道石礦公園嘅啟用啦。咁我哋啟用嘅係第一期我哋呢個十字路口嘅位置，咁包括部分嘅兒童遊樂設施。陣間咧我會帶大家逐一介紹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嚟緊咧亦都會有第二期、第三期咧，甚至去到全面咧啟用噶啦。咁我亦都會介紹下呢個公園。下年2027年全面啟用嘅時候，究竟有咩設施俾大家享用？安達臣道石礦公園首階段工程7月15號完成，即係安華苑同埋安博官立小學之間嘅休憩用地。首階段嘅公園設施包括3個兒童遊樂場、健身設施、太極圈、遮陰座椅等等啊。開放當日咧係落晒大雨，所以比較少人使用啦。隨着工程持續推進，公園嘅主體部分咧如火如荼噶啦，預計2027年中就會全面開放噶啦。到時公園全面落成嘅設施包括中央草坪、園景花園、緩跑徑健身設施、單車公園、露天劇場、歷奇遊樂場、寵物公園、野外定向運動設施、籃球場、5人足球場暨手球場等等啦。另外，我亦都不斷催促安達臣道石礦公園旁邊嘅3公頃湖泊公園，具有防洪同埋休憩雙重嘅功能。最快今年9月尾就會完工噶啦，到時就會全面開放俾啲街坊使用噶啦。你嘅意見係點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最緊要訂閱我頻道，撳一撳鐘仔，一旦有新嘅影片可以即刻通知你啊嘛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